所以中庸的大义是儒家的生活，生活毋是足难，生活足简单哦。防治少米就法办是这统统计较伫咱的身躯内底，伫咱的家庭内底，伫咱的社会内底，伫咱人际关系内底，啊，伊的思想内底，伊相处内底，啊，这个叫做生活，啊，这个生活。所以生活毋是讲哦，足超我的伊的思维，毋是安尼。啊，所以伊是儒家的生活，伊用处简练，足简单，啊，就互咱变起，足简单咱看会坏。用处简练，啊，伊用的词无生涩，啊，无啥呢，无迄落安尼看袂清楚的，安尼就对了，安尼就对了嘛。这个用处简练，啊，内底中有33种分4个阶段，我们先来做一上课。第一个阶段，第一种是天命种，到第11种所问言外所问种。到第11种，伊是咧论性，咧论性对啊。即第一种到第11种叫咧论性，所以咱从第一种讲到第11种了解讲，即性的功能是种种一切安尼，所以伊是论性之意，就是讲哦，由天讲到人就对啦，由这个天啊讲到这个人就对啦，啊由这个天啊天道讲到人道，由这个先天讲到后天。啊，有这个无，啊，讲到有，有这个无，讲到有就对啦。所以伊是对典传倒来，啊，伊典传倒来。所以第一种到第10种是对典传倒来，甲你讲根源本性，啊，伊的功能是啥货，啊，甲道是啥货，啊，种伊对典传讲倒来，所以伊由先天啊讲到后天。那么第2种、第12种、第2阶段是第12种会问会言，会问种，到第20种论种爱讲论证，到第10种伊咧讲知行啊，伊讲落来，伊甲迄个完全讲落来，甲迄个原理讲落来，甲迄个来源讲起来，甲迄个条讲出来，甲迄个基本讲出来，甲迄个因缘讲出来，所以要。伊遮要安做，讲出来了，反而就讲要安去做。所以第12种到第10种是讲要安怎做，教人讲咱要安怎做，伊社会要安怎做，伊人道要安怎做，伊行为要安怎做，伊心理要安怎做，伊思想要安怎做，伊孝道要安怎做，伊迄个地位要安怎做。所以讲迄个知行合一，迄个知甲行合一。所以君主重要，讲君主重要，小人反重要而且讲起来。要咱达到这个重要，所以无地量30节，不将于地道甲人道，所以内底讲地量，讲迄个5伦8节，讲迄个5伦8节，所以若无地量30节，无法度去人道人道了后，伊个地形啊，你看啥物叫做地，啥物叫做行，啥物叫做重要，伊迄个君主内底，咱是社会重要，伊思想重要，伊行为重要，伊家庭重要，这个重要叫做平衡。若无平衡，家庭若无平衡，那么家庭就不太平不安。天地若无平衡，就风不调，地不顺。所以说叫做阴阳是天地的纲纪，夫妻就是家庭的纲纪，五伦内底是家庭的纲纪。所以呢，这个阴阳它会当做出五伦的行为。所以呢，君臣父子夫妇君弟兄弟，这个三个30节，就是要达到5伦，办理这个行为来。所以地灵养就是合乎情理化，情理化就是你听看讲地灵养是内在，那么情理化是应性，然后身心灵是去解脱。这个空间内底，这个第2阶段。那么到第3阶段呢，就是讲第21种行。行就对啦，行。第2到32种是自性种，第21种是自性名，智慧性、自明性、智慧，自明性、自性名、智慧得自，自明性、智慧道，自性名、智慧性、自明性、智慧道。所以今日就讲到第32种叫做智性种，
智先生就对了，所以伊论成哲理即个，论性即个，所以21种到32种讲性，所以性讲到真正伊个详细，真正的细腻，啊个真正伊个真正深度、深入，性是啥物物件？所以性伊甲道伊个至尊至平，把道伊个无形无相，甲道即种伊个遮尔宝贵的物件，伊用性即句来甲伊啥呢？取代。所以性伊兼体用，伊达天道，伊是天道就是天道，所以性内底兼体用，所以性内底把道甲天讲甲足详细，把体甲用讲甲足详细。即个性来做是啥代表？性咱感觉会着，道德咱感受也会着，因为道德即个天道咧讲，安尼真正咧要互社会人，要互各层次的人，要互各因缘的人，要互各天道的人拢看会捌，所以讲出用即个性，伊的用处用即个性来讲即个道，来讲即个中，来讲即个用，去做个简单以上伊的见解所以今日你中文即本册你来咱看较到，你对讲出即种伊的啥呢？伊即个应用、重庆甲尊重的，由内心世界油然而生即种评价，毋是感觉是评价所以为什么即个啥呢？主讲作赞叹讲出，为什么主罗作尊敬讲出？为什么在72年对讲出遮尔遮尔崇拜？啥物原因？有它的原因，有它的原因，非偶然是简单就对了所以伊家嘅地主要讲出到底这位，大家要讲出伊嘅成就，讲出伊嘅境界，讲出伊嘅思想，讲出伊嘅信仰，讲出伊嘅灵，讲出伊嘅义，讲出伊嘅中，讲出伊嘅事。伊迄个讲出伊言行，甲对答，甲应答、问答内底，伊讲出诶把即种道伊诶精华甲精髓诶，用即个在即个言行内底问答内底，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。所以呢，论成责任，道甲天甲人，道有天甲人诶关系，这个叫做啥呢？这个叫做是天人诶关系。所以今日自生命为之性。甲迄个天道，自明性为之道，迄个明道。所以第21章到第32章，第三阶段内底讲甲足详细。所以你若无较熟，足可惜啦。我感觉我真正做不来。这地理小好，安尼大家唔来，真正做不出来，足可惜了所以今日这是第三阶段。那么第4阶段呢，伊甲叫做第33章，就第尾一章，伊可能以9章。迄个文化上，所以到中庸第33章中间，伊佮到尾啊，伊结束，佮上天之在无生无休，这有啥好水啊？对啦，真正有够妙的就对啦。讲出过去历代圣人伊的果子，甲伊思想，伊绝对伊文字了，咱绝对扫兴。伊绝对打戏片互咱看，但是到尾人打戏片，互你家了了的，伊无互你打戏片就对啦。所以释迦佛做伊讲经讲30几档了，伊讲伊拢无讲经，伊若讲伊讲经中间，就讲伊是一个啥呢？是一个邪教，是一个对的。所以今日过去的信仰就是讲用这个文字上，用这个法律上，然后咱搁甲众生化上，所以是上无上，是以真相的对啦所以今日就是今日来遮用这个法，咱来出发这个工具。有功夫就事实，无功夫就无事实。修道若无功夫，就变为事实的；修道若有功夫，就变为事实。所以功夫甲叫做法，心生法生。众生有129018个病，不有129018个法门。所以咱今日修道啊，一门深入。你修一个法门，然后你所有烦恼连结在一起，结构在一起，叫做法念、实物念。书法也练，所以即款若做好势，其他法就是事实；即款若做无好势，影响其他的法。就讲即杯水若清，就是拢清；但即杯水内底若有一粒污点在中间，即杯水就落去啊。所以讲你若清就其他的对清；你若落其他法能对落啊。所以第一若讲一门深入足重要所以这个第4阶段对了。所以中庸要分4阶段，那么中庸
我来解释这个中了。这个中就是位，这个位就是无偏，才不偏嘛。这个不偏，无简单嘛。你这个心有偏无？咱想看下咧。咱自我艺术形态，拢偏左偏右嘛，偏素偏灰嘛，偏好甲偏歹嘛，这个意识，自我意识艺术形态，形式，哪些，甲迄个啥呢？迄个啥这个哪些，迄个哪些，叫啥？叫做是中的位，所以这个中伊是透天透地，中。伊即个中就是透天，顶悬是透天，即个是透天，这透天，下骹一点，下骹就一块，甲个透地，所以天地通甲个悬。为什么悬？伊中就是一个摊，中照是摊甲个通。所以咱今日就讲伫迄个理路内底，咱上下左右，上下左右经纬。广度、高度、广度，然后这中就是讲你伫迄个一个宇宙内底，你认为内底中间你爱通，所以疏通甲心通，安尼就中间这个中的位置较袂偏的这个边缘，较袂偏的这个左跟右，所以这个位甲个大位就对啦。啥物叫大位？就讲话中三会得，叫大位。所以中若三有得，叫左右方言。左右方言，你中的伫牵后脚，安尼就是左右方言。所以中心思想、中心思想、核心，咱人思想的核心位数，就是迄个中心思想，就是中间路线，甲中间线，这个就是中。一定要通，理路若无通，那么你要中，交来就伊意识，意识，咱伊必须心意。甲第五识、甲第六识、甲第七识，这是种天然物件。咱即所用的物件拢用这个识，用这个法，所以拢做无下中。你用中若到迄个位就对，所以为伫迄个不偏，但是咱的心免啊修，免啊调整。伫迄个左右内底，伫迄个好歹内底，伫迄个啥呢？伫迄个行动内底，拢咱来调整到这个中。所以要安怎调整，就是咱今日去学讲式，咱知影中这个位置是论资